Hello，大家好。咁又係講今年2026 DSE 題目嘅講解片啦。今次想講條Section A 第3條嗰條 depreciation。都係典型 Section A 短題目嘅出發啦。有機會可能考你分 cap rate， 跟住再做一個計 DP disposal 相關嘅動作啦。今年呢條題目有咩特別位咧？咁首先佢係A part 係問你嗰個分 capital expenditure 嘅，佢叫你開個 statement， 典型啦，開 statement 記住就打動列出嚟啦，逐個項目。咁就要你計翻嗰部 lorry 嗰部貨車個 cost 幾多錢，咁即係考你分邊啲係 capital expenditure 啫。咁首先第一樣嘢留意咧，就係嗰個 list price 標價係未扣 discount 嘅，咁所以就一定要扣咗 discount 先啦，呢個第一樣嘢啦。咁跟住就係俾咗一大堆錢啦。咁嗰堆錢其實大部分都唔難分嘅，同埋你記住我哋呢科逐粒計分嘅啫。你就算真係有啲嘢答錯，你個格式係啱嘅，即係你呢度 statement 啊嘛，係咪？你逐個列出嚟，逐個俾分，寫多咗包咗啲錯唔啱嘅嘢唔緊要，個總數錯，個總數應該都係得半分嘅啫，唔係好重要啊。所以好啦，即係可能1分嘅，咁睇 marking 啦，咁但係就唔會因為佢冇晒分數先啦。咁好啦，呢題為例咁嗰個冷凍裝置，呢個係因為雪糕咁，所以需要冷凍裝置啦。即係當雪櫃嗰啲啦嚇。咁我當然係計啦，安裝嗰個冷凍裝置當然都計啦。咁咧年度寫住年度嗰啲牌照費一定唔計㗎啦。燃料 OK， 你啲燃油當然都唔計㗎啦，成日都要俾㗎嘛。咁呢度可能會比較容易有機會犯錯，就係最尾嗰粒嗰個 painting of 個 company logo。好啦，咁計呢個計唔計咧？嗱，呢個係計嘅，因為你本身有部貨車啦，係咪？你部貨車係冇任何嘅 signature 㗎嘛？你油咗個 logo 落去，咁其實人哋係咪睇得出？一望你就話呢個原來就係你呢間公司嘅車啦，咁樣知道係你間公司嘅嘢，其實 add 咗 value 嘅。add 咗 value 落去嗰個 lorry 嗰度嘅，咁所以呢個係計嘅。不過呢度想提多少少嘢，咁你初咗油個 logo， 第一次由呢度計啦，咁可能好啦，過咗一段時間係咪會甩色啊？咁甩色之後，如果我再補油翻，咁就唔計嘅嗰個 ，OK？ 因為嗰個只係好似你平時 repairs 維修咁還原翻原狀嘅啫。咁呢度咧就要小心啲咁多。咁亦都典型係 section A 嘅出發，上邊呢度就算有冇計錯都好咧，不會影響到下邊嘅。因為下邊咧雖然都係同一條題目，都係考緊 DP disposal 嗰啲嘢，但係同上邊個 case 完全冇任何關聯性 ，OK？ 即係話你就算上邊係計錯咗個 cost 幾多錢，都不會影響到你下邊做個相關處理，因為下邊好似呢條為例咧係講緊 machine，OK？machinery。再一次啦，咁就係又係 trade in， 咁已經連續考咗好多年 trade in 啦，睇嚟考評嗰個趨勢都係唔會考正常普通 disposal 㗎啦。雖然 trade in 都係 disposal 啦，只不過有少少變化啫。咁但係考評局都已經連續考咗好多年，咁都好明顯刻意地咧，即係佢都可能諗住，反正都係考啦，直接考 trade in 啦咁樣。不過呢條都冇乜特別嘢㗎啦。咁呢啲就係原本年頭嘅時候嘅 data 啦，題目叫你開 disposal， 開個 RQDP。我哋 reducing balance 啦 ，OK， 所有都係1月1號買翻嚟嘅2024年。咁而家呢題係做緊2025年，即係之前用咗1年 ，OK， 20% reducing balance。喺呢日 ，OK， 有部舊機 ，OK。就換部新機 ，OK， 跟住 trade in value， 基本上你要用嘅資料都俾晒你㗎啦。典型個 DP 要你自己幫佢數 ，OK， 咁你就幫下呢部18萬賣走嘅嘢就計一計啦。咁頭先都講過啦，全部都係2024年1月1號買㗎，咁即係之前就已經用咗1年㗎啦。reducing 你要減翻之前個累積嘅 DP， 所以咧你要計咗先嘅。跟住今年留意月份，5月1號即係用咗4個月啫，咁所以今年係用多4個月先至賣，咁所以就今年都要計4個月嘅 DP。
咁記住賣嗰日要做咗賣嗰嚿，即係18萬呢嚿個4個月嘅 DP， 今年一定要賣嗰日5月1號做咗先。咁年尾就再幫其他嘅再做 DP。年尾有啲咩咧？例如新嘅呢部機 ，OK 呢部新機當然要計啦。咁呢度係5月1號換翻嚟㗎嘛，所以要計8個月。好啦，另外本身總數係230萬，我哋有部18萬嘅嘢年中賣走咗 ，OK， 咁剩低嘅就 remaining 當然都要計啦。咁都冇乜特別啦，比較典型啲嘅出法啫。Section A 亦都唔算出得好複雜 ，OK， 咁有意識拆開嚟做就 OK 啦。咁留意翻月份嘅啫，咁呢度都冇乜特別嘢好提㗎啦。咁就啲 account 名嗰啲就要小心啲啦，例如 trade-in value 記住就唔係寫 trade-in value 啦。咁另外個 disposal 嗰度記住嗰個賣嗰嚿嘢 DP 嗰個QDP 個 account 賣嗰嚿嘢要賣嗰日做咗 disposal 嘅，即係佢賣咗嗰個嘅相關嘅 depreciation先，年尾再做其他嘅。咁喺呢個要留意少少啫。咁都冇乜特別啦。咁數值都唔嘥時間慢慢寫啦，因為都係提一提要留意啲咩位啫。咁都係典型 Section A 嘅出發。咁都 OK 嘅。咁下年可能嗰條 DP 可能如果真係會單獨再玩，可能會玩得複雜少少㗎啦。咁就咁。咁我哋之後會繼續講其他嘅 DSE 題目嘅。咁有咩問題歡迎留言查詢，亦都可以 IGDM 查詢補習詳情。尤其是升中6個深馬好緊要。Summer course 嘅相關嘅 post 都已經喺個 IG 嗰度出咗一段時間㗎啦。有啲咩可以直接 DM 問啦。咁就係咁先，下次再見。